一哥哥，来，喝口水。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小凤姐姐，喂，叶佳呢？叶哥哥他喝多了，已经睡了。他怎么了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喂，喂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谢谢啊，回去早点休息。招待不错。生意上的事，明天我们办公室聊。好，明天再聊啊。慢走，皇太慢走啊。伯父，再见；伯母，再见。
李欢，有空呢多来坐坐。一定。叶波，你去送一下。好，告辞了，再见。哎，大哥，待会儿要不要再去哪？我得劝你一句，我还没想好。冯峰的事啊，你趁早别管了。咱们再去约会。你有那时间，还不如多泡几个妞呢。你说是不是？走了。叶总，我先走了啊。慢走，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叶波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哎，张总，下次再来看你喝好了吗？叶总，告辞了。喝好了。好，多谢款待。走了，拜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碰巧路过这里的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儿不好打车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李欢，为什么要碰到你？这个时候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冯峰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干什么？这根本打不到车的。不用你管。你是来找叶家的是吧？他没事，只是喝多了。啊？你是在看我笑话的吗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讨厌？你放开我！峰峰，他只是喝多了，真的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峰峰，你今天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叶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送你回去。来，音乐好听吗？附庸风雅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，但是你听得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？笨蛋，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语。我那天路过音像店，听到了这个调调，我就问当时的工作人员，他跟我说，这个是法语民歌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张。记不得了。
芳芳，其实叶家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只是今天晚上喝多了。嗨，男人喝多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别担心了，啊。他一定是因为压力大才会喝多的。就是，你看看叶波和芬妮就知道了。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叶家有主见，跟叶波不同。我一直都相信叶家。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忘告诉你了。你今晚真漂亮。谢谢你啊。晚安。晚安。小凤，给我倒杯水好吗？叶哥哥，你醒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小凤，给我倒杯水好吗？叶哥哥，你醒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，昨天你喝多了，我和叶小哥哥把你扶进来的。奇怪了，这个点小凤为什么不在家？叶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要回去了，我一晚上没回去，你小凤姐姐肯定等急了。谢谢你照顾我。我生病的时候也是你照顾我的。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，那是应该的。那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佳妮啊，以后啊，你少跟我妈他们那些老年人在一起，你啊应该有自己的圈子，自己的朋友，知道吗？那以后我常去找你跟小凤姐姐玩，我还吃小凤姐姐做的菜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你的外套。
你醒了？你回来了。我明天出差，所以今天必须要回来。小凤，你这裙子真漂亮。你买东西都是成对的，我的呢？过来吧。坐下，我给你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小凤，我想穿上试试。小凤，怎么样？帅吧？真帅。小凤，你一个人买了礼服，我居然连带你回家的勇气都没有。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千万不要这样说，叶佳，我理解你。谢谢你，小凤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没有跟我回去，是对的。那么多冷眼，还有刁难，你不需要去面对。我们只需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。小凤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好不好？反正我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，又不是别人。小凤，嫁给我吧。芬妮，你还是复出吧。你息影时间不长，观众没有忘了你。这是我能给你的。你家里给你什么条件？
进入董事会，主管欧洲市场，还有以后过亿的遗产。叶波，这个钱我收下了。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，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。谢谢你。我查找了很多资料，根据记载，引进这种花的人是宋唐王朝的国师，这位国师的名字叫迦叶。这种花如果养殖成功了，将会改变这个世界，改变人类。我试过了多种花肥都没有效果，还没找出什么原因。长生花本来就不是普通的花，使用一般的肥料当然不奏效，否则只会开花不会结果。不知道当年迦叶国师用什么方法来养殖啊？当年的迦叶国师就是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的。用鲜血来浇灌？任何人的血都可以吗？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研究的了，希望你能解决它。对了，长生花生长的地方正好是7个小暴君失踪的地方，这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有这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那7个小暴君。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你欧洲国内2头飞的吗？我前几天去见芬妮了。啊？你都跟人家分手了，还去骚扰人家干嘛？说实话，大哥，我原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可我现在就是特想他。毕竟时间久了嘛，日久生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照顾他了，所以我想，
请大哥你帮我照顾她。三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让我去照顾她？我又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娶不了她了，所以请大哥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先是妙莲，现在是芬妮，又轮回回来了。啊？哦，三弟，我是说，我跟芬妮是好朋友，如果她有困难呢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的帮助她。好。芬妮，哎，来了，小峰，我一眼就看到你了，你真漂亮。你今天也特美啊！哎，喝点什么？服务员，你好，来杯咖啡。稍等。芬妮，你们真的分手了？您的咖啡请慢用。叶波，他还是跟家里妥协了。他这种人的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哎，小峰，你要看紧叶家。我听说他现在和林家小姐亲密的交往，你要小心呢。我相信叶家，他是我上一世的爱人，他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。的确，他跟叶波不一样。如果叶家都不能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呢？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一直都认为，像你这样的女明星，才有条件嫁入豪门呢。什么女明星啊？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概率啊，不比灰姑娘多多少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没希望了。我希望你们两个有个好结果。芬妮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算什么呀？就像叶夫人说的，我就是一只黑乌鸦。别瞎说了，谁说女人的美丽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啊？哦，我约了李欢，他可能快到了。我也好久都没见他了。坚持太帅了，帅吗？哇，你好偏心啊！买这么漂亮的花送给芬妮，啊，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呢。这花送给我的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李欢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生平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对了，现在网上的新闻铺天盖地的在说你呢，每天都是头条，看得我都烦死了。说我什么？说我是超级老好人，不泡凉，不玩绿茶婊，不搞基。哎，我真不明白你，超级帅哥的决赛已经开始了，你为什么现在要退赛啊？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你呢，你的贴吧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你知道粉丝们都怎么说你吗？我给你们读读啊。啊，好好的一个帅哥，怎么要退赛了呢？李欢，如果退赛，这个节目我坚决不看了。呼吁李欢尽快重返赛场。没有李欢，生意何欢？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我有病啊！我吃饱撑的。李欢，你现在退出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对啊，我以前还一直担心你，怕你适应不了这个社会，没想到你做得风生水起的，你真的太适合做明星了。你要是放弃了，你会干什么呀？我会干的可多了，不信，等着瞧吧。哇哦，
谜一样的大哥，神一样的男人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你这样的生物，还挺自信的。就是啊。说真的，李欢，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？炒股啊，现在在玩期货。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加上叶波拿来的200万全都投进去了。你们猜我现在赚了多少钱？多少？1000啦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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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9位数了。哇，牛啊！哎，对了，我最近买了一套庄园，很快就入住了。你们有空可以来做客呀。没问题。自己还搞了个快活林，服了你了。哎，我去他家看一下。啊，很快。你赶紧去啊！你不是做梦都想着你的陈皇后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怎么能让芬妮？我送你的花，你为什么送给他呀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吗？还用我说明啊？没有人比芬妮更适合你了，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熟悉的3张面孔之一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哎呀，没有。哎，说真的，芬妮现在可是单身，时机刚好，赶紧下手。那要是你也单身，是不是也随我选呢？凭什么？你对别的女人都比我好，我才不愿意呢。如果说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呢？你当我是几岁的小朋友啊？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我哄住了？你像我这种老爷们儿，一点儿都不适合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公共场合呢？你以为我喜欢你啊？只是觉得你这个老朋友需要安慰一下而已。不用，喜欢我的人海了去了，不少你一个。是吗？喜欢你的人海了去了？你是不是以为谁都喜欢你啊？啊？其实你长得很一般，好不好？什么？2班。什么？一般般。哎，你这张嘴啊，注定孤独终老。找你的皇后去吧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。你陪我待一会儿吧。我自己逛。哎，放手。蠢女人。看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真晦气。算了，犯不着为他生气。你跟我表哥是金童玉女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黑乌鸦？算了，珊珊，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今天非教训他一顿。看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真晦气。算了，犯不着为他生气。你跟我表哥是金童玉女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黑乌鸦？算了，珊珊，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今天非教训他一顿不可。喂，不要啊！快！萌萌姐，你一个人啊？好巧啊！要不我们一起逛吧？不了，你们逛吧，我随便看看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别管。芳芳，芳芳姐，你没事吧？不是说让你注意安全了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芳芳，你没事。芳芳，芳芳，快走，走。芬妮，快，先把车开过来。哦，没事吧？啊？那不是大明星芬妮吗？你心里做小芳芳。果然是我你就是不要脸。走吧，佳妮姐，走。芳芳，
峰峰，靠着我，靠着我，你就不冷了。别管我，我不需要你来看我笑话。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特别可笑？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？刚才推你的是不是林佳妮？李欢，我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，我不需要你对我好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林佳妮对你这样，叶家他知不知道？叶家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想占有你的身体，他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啊？你死心塌地的对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混蛋！没事啊，有我在。来，师傅。来。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啊！李欢，你放我下来吧，快点儿！给我。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个家。你曾经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你看我还美吗？不是说没了发型就没了爱情吗？你在我心目中，永远永远都是最美的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个落难的丑小鸭似的。快去洗个澡吧。我现在这样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以为别人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呀？你想多了。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？你个怪！对呀，
我是一只千年妖。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好看吗？哇，你是不是想迷死个人啊？来，喝点酒吧。哎，还是你最了解我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天天在追你的小说看，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。我还给你评论，还给你留言了。芳芳，其实你没必要那么辛苦。不辛苦啊，现在叶家赚钱养着我呢。要是家业养着你，那你干嘛还要在外面拼命的写小说赚钱？要不然我干嘛呀？总不能整天无所事事的当个米虫吧？然后变成一个头发长、见识短的黄脸婆。你呀，已经成为小富婆了。那我得写多少小说啊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的梦想是中500万彩票，然后你说你有钱了之后马上换房子，因为你很讨厌搬来搬去的。我当时就跟你发誓说，我说我一定会给你买一栋房子，里面有大大的写字台、大大的书柜，还有漂亮的花园。我还跟你说，我要成为世界富豪，世界第一富豪。你总是说不切实际。其实啊，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根本就没有不切实际这个词。这是200万，全是你的，你随意的挥霍。哇，这么多钱，你发财了！好香啊！哇哇！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有钱把我摆死吧！你忘了吗？我炒股的原始积累是我们2个人一起攒的，所以以后我的财产有一半全都是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总要你的钱。就算是原始投资，我也早就收回成本了。这些钱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我不能坐享其成。你那么多钱，你在家放着多不安全啊！那这样吧，我明天给你存到银行里面去，好不好？
我该回去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来，走。你要是觉得很累、很疲惫的话，你就跟叶家分手吧。没有谁能够忍受一辈子受委屈，而且你们两个人性格不合，我不希望你有一丝的难过。你让我跟叶家分手？他们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整你呢。看看芬妮你就知道了。叶家不会动摇的。现在不会，以后呢？叶家说过，他心里最重要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。当感情趋于平淡的时候，是你重要，还是他母亲重要，还是他的家族利益更重要？他是不会为你放弃整个家族利益的。他一定能做到。即使做到一时，他能做到一辈子吗？峰峰，叶家他不适合你。如果你用自己的痛苦跟隐忍去维持那段感情，你能撑多久啊？李欢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家不喜欢我们见面，我不需要一个知心大哥，更不需要一个蓝颜知己。芬妮那样的好女人才是你的归宿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本来连朋友都不该做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。不用了，你已经给了我200万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以后再也不欠我的了。峰峰，怎么了？觉得200万花得很不划算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睡一晚啊？还没睡呢。
李欢送你回来的。我恰巧碰到他的。你生气了？叶佳。小风，我回来之后发现你不在家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很担心你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小风啊，以后你还是少跟李欢来往吧。我是不是很霸道？我明知道李欢不是我的对手，还老防着他。其实，李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可怜的。你说他自己孤苦伶仃的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你再和他见面的时候，别回来太晚了，让我担心。啊，当然，小风，越少见面越好，好不好？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到处乱跑了。小风真乖。小风，我妈说，这个季节我这里景致好，想过来看看。正好是周末，顺便想带着珊珊和佳妮一起来咱们这儿住2天。如果我说我不欢迎林佳妮呢？佳妮，佳妮是个挺善良的孩子呀，而且她对你很有好感。对，她善良，她最好。你们才是门当户对，我算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小风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今天在广场上，我看到了林佳妮和珊珊。